天启，三伯，天启，三伯，天启，三伯，天启，够了！白绝的事，本尊一概不知，都别烦我，我要闭关。神尊，今日就是东华的寿宴了，他们给我们发了请帖，邀请我们去瞭望山。我们去瞭望山走一趟吧。姑姑，我想去瞭望山，我最喜欢瞭望山了。我们一会儿就去瞭望山吧。回东华，我们不去。是。为什么不去？凭什么不去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哼！凤然姐姐，三伯他独断专行。他是神尊，我打不过他。姑姑，人家说了，我是没爹没娘的孩子，以后连媳妇都娶不到。我看说的对，连凤然姐姐都不向着我。姑姑，你必须带我去瞭望山。你这套是我当年玩剩下的。那你教教我你的本事。逆父神当年对我孜孜教诲，助我练成了混沌之力。往后我也会悉心教导你，算是还了他当年的师恩吧。如此，我与白绝就两清了。就白绝那样的人，还教别人？当年你父神玉树临风，知书达理，神界他的爱慕者是数不胜数。本主神当年也是其中的一位，可是他却毫不在意。鬼都不信。你三伯没同你说过？我才不想听白绝的事。只是现在这白绝黑心又冷漠，言行举止令人作呕。那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？我也想知道。一个人喝闷酒呢，怎么也不叫上我？哎呀，三伯！一个人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肯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哎呀，这场真练实在是头晕。我见白绝的胸口有旧伤，一定是剑伤所致。这些年他可是遭遇了什么麻烦？我真不知道，这些年我与白绝甚少见面，生分得很。三伯，你为何从不告诉我这些？你不是不爱听这些吗？你捣什么乱呢？那为什么你每次提起白绝，你比我还不耐烦呀？白绝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三伯，你有事瞒着我们。你是不是经常偷偷见白绝啊？三伯，你心虚了。天启，三伯，天启，三伯，天启，三伯，天启，够了！白绝的事，本尊一概不知，都别烦我，我要闭关。服了吧？还是姑姑厉害。你那些雕虫小技啊，都是姑姑玩剩下的。明白就好。走吧，一会儿晚了。你怎会如此被他们母子轻易诓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给元气带了些宝贝。该不会上古苏醒以后，你每天都要找点机会过来吧？今日之事，下不为例，以后莫要再让他们母子抛头露面。你下次要是再敢来，我可真生气了。扮恶人的也是你，放不下的又是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